泰豐 Uptown East 位於觀塘道55號，觀塘區46校網優質學府林立，基座商場佔地約57000尺，毗鄰千億基建啟德，傲具啟德東核心地段，逾450萬零售面積，半左右3站內直達各區大型購物商場，信步即達彩虹港鐵站，背靠飛鵝山及3公頃綠化帶，生活購物休閒娛樂兼備鄰近商場有 Megabox、Mikaki、Airside、蘇告雙子塔、APM， 無縫連繫交通樞紐，30分鐘接軌世界，約5分鐘車程到達觀塘商業地帶，約15分鐘車程到達港島，約30分鐘到達機場。未來經中九龍幹線到西九只需約5分鐘。屋苑設施在27及28樓豪華商會所及空中花園，毗鄰逾40公頃綠化地帶，步行數分鐘即達地鐵站坪石遊樂場，休閒娛樂一應俱全，親子遊樂放電首選。泰豐屋苑內，單位最細面積為235尺，最大面額為3415尺，住宅單位數目有807伙，分為1A 座1B 座及2A 座2B 座，樓層數目共32層。想了解更多可以點擊我謝謝。